一個馬太福音7第8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每一人討佢得到，每一人簽佢也得到，每一人叩門，連門也打開俾佢，可能根本日兄弟姊妹知道有苦難嘅路，有唔快樂嘅路，有不捨嘅路，有煩惱嘅路，你簽主耶穌，你叩佢嘅心門，你討佢嘅恩典，隆重佢本意，隆重佢祝福你，你討平安佢祝福你，你討快樂佢祝福你，你討好嘅生活佢打開路俾你，因為到你簽你得到，你叩門佢嘅門路打開俾你，可能你要知道不捨嘅門路，不捨嘅頭路，不捨嘅痛苦，你簽主耶穌，你謙卑簽一個恩典，佢開路俾切家，因為到上帝嘅恩典，佢能夠祝福切家，佢按錫切家人類，你簽佢獻出俾你，你討佢祝福你，你叩佢嘅門，佢打開門俾你，所以切家車樣人要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一天切家得到嘅好嘅路線，得到嘅平安嘅路，得到嘅快樂嘅路，得到嘅福氣嘅路，種種好嘅佢祝福切家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們。